迎收睇人際相見關愛席。呢個咧就係由仁濟醫院咧以及勞工及福利局屬下嘅康復諮詢委員會所舉辦嘅相見關愛大獎。呢個獎咧由2009年開始頒發嘅，咁主要咧就係頒俾一啲傑出嘅義工咧，以及傑出嘅照顧者嘅。咁啊希望咧藉此咧就係帶俾社會一啲正面嘅訊息咧，無論係市民或者係咧相見人士咧，都可以咧接受咧任何嘅挑戰嘅。咁今次咧係第二屆舉行啦，咁啊頒發咗10個獎項，有5個咧就係傑出嘅義工，5個咧就係傑出嘅照顧者。當日咧頒獎禮咧係非常之熱鬧嘅，我哋睇下當時嘅情況啊！喺主禮嘉賓，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 GBS 太平紳士，以及相見關愛大獎大會主席暨仁濟醫院董事局籌務委員會主席李文斌先生致辭之後，今屆頒獎禮正式開始。首先由張建宗局長喺仁濟醫院董事局主席董吳玲玲女士陪同之下，頒發獎狀俾5位得獎義工。第一位得獎者周志明先生，雖然佢係四肢傷殘，但係喺過去14年仍然積極參與義務工作。我喺度好想同各位分享2句説話。雖然我們未必能夠控制環境，但係我哋可以改變心境，去適應任何環境。多謝。跟住得獎嘅義工係易陳家軒女士，佢嘅丈夫雖然係受病魔折磨，但係佢仍然對丈夫不離不棄，仲同佢一齊投身義工嘅行列。我得到呢個獎非常之開心啦！首先我多謝我提名人阿鐘博士，咁我覺得人生裏面咧唔單止係為生存而生活嘅，應該活得更充實、更有價值，咁先至係一個有意義嘅人生。第3位得獎嘅義工劉偉明先生，雖然佢自幼患上肌肉萎縮症，但係佢冇放棄自己，仲以樂觀嘅態度，用自身嘅經歷鼓勵其他病人。做咗12年義工，咁喺過程之中，的確係幫到一啲人，但係我自己得益亦都唔少。做人自助過程其實係好美妙，所以我已經上咗癮啦，會繼續做落去。多謝。第4位得獎嘅義工曹心柔女士，係一位致力以過來人嘅身份同病人分享自己積極人生故事嘅長期病患者。雖然我中過7次風，但係跌到都起翻身，繼續咗做義工，就喺義工嗰度咧就可以識到好多朋友，同埋咧可以發揮互助自助精神。咁我最後我多謝我屋企人同埋提名我嘅吳姑娘。第5位得獎嘅義工黃秀善女士，雖然佢嘅仔患有自閉症，但係佢冇怨天尤人，仲投身家長義工，幫助有同樣問題嘅家庭。多謝一直以嚟支持我嘅先生同埋同路人嘅家長。作為智障人士嘅家長，我哋嘅生活都其實好艱辛。通過做義工，俾到好多正能量我，同埋別人嘅尊重。希望今次嘅得獎鼓勵更多有心嘅人士參與，以生命影響生命。其實做義工咧並唔係健全人士嘅專利嚟嘅，好似今次咧一名得獎嘅義工周志明先生咁啦，因為一次意外咧令到佢只係剩低説話啦、喐頭部以及咧呼吸嘅能力，但係佢並冇放棄嘅，堅持每個星期咧都去醫院探一啲新嘅傷殘人士嘅，咁啊藉此咧燃亮人哋嘅生命啦，關愛佢哋咧，而且係繼續貢獻社會添嘅。周志明，一個積極向上嘅全癱病人，喺16年前，佢係一個事業如日方中嘅大好青年，但係經過一次嘅交通意外之後，令佢嘅人生喺一夜之間就改寫啦。四肢失去活動能力，的確係難以接受，但係志明好快就喺病榻之中振作起嚟。而家佢嘅日常生活雖然都要人哋幫手，不過佢從來都冇放棄過，亦都冇埋怨過。佢仲希望用佢嘅故事激勵更多人添。今日我同阿明仔就嚟咗一個佢有好多珍貴回憶嘅地方。呢度係我讀書嘅地方啊，門口就係操場咯。喺呢，我見到啦，嗰啲跳飛機。係啦。咁你還唔還皮㗎？當然還皮啦。哎呀，即係咁樣，你話細個還皮嗰陣時咧，大個咧就好叻㗎啦，話俾你聽啊。阿心姐啊，其實以前呢度係魚塘嚟㗎。呢個魚塘好大，同埋好多魚噶。咁你冇喺度釣魚捉魚仔啊？有，釣完就會放翻落去嘅。雖然阿明仔呢唔可以再做佢以前中意嘅事，但係佢就開始咗一個新興趣，就係參與義務工作啦。明仔啊，咁其實咧，你第一次做義工嗰陣時有啲咩經歷㗎？其實啊，
初做義工，只不過係抱住一個心情，就係出去睇下啦，出去行下啦，出去玩下啦，就冇諗過話要做啲咩嘅。做下就覺得原來做義工可以學到好多嘢，學到人哋受傷後點樣去搞屋啊，點樣去搞賠償啊，點樣由醫院返出社區啊，同人哋溝通嘅技巧啊。哇！原來做義工可以好多收穫喎。正好似明仔嘅格言，一個唔肯放棄自己嘅人，永遠都係有力量嘅。佢將自己嘅力量投放喺義務工作上面，仲同一班志同道合嘅朋友一齊策劃義務工作，發揚助己助人嘅精神。我記得我返工嘅第2、第3日，咁就要出去對外嘅做公民教育。對我嚟講一啲印象都冇㗎。阿明仔真係係我一個好好嘅幫手，佢俾好大嘅信心我咯。Ivy 唔使驚嘅，你跟住我，有啲乜嘢有我喺度，你可以應付得嚟嘅。哇！我當堂戰戰兢兢咁去到，原來真係佢好識得帶新人啦，帶住我哋啲職員去做嘢啦。10年啦，佢不斷去學校做公民教育。同好多細蚊仔學生傾偈，每隔1個禮拜差唔多，佢都會去院舍啊、醫院啊、好多會員嘅屋企啊去探訪。咁多年嚟真係風雨不改，呢個我真係好佩服。除咗幫助同路人之外，明仔特別係關注青少年問題。喺2001年開始咧，佢就經常去到唔同嘅學校同埋社區舉行講座，實行生命教育嘅計劃。生命教育咧，其實就係喺10年前咧，我哋就好想咧，將我哋嘅生命嘅啟迪可以融入校園同埋社區，將四肢癱瘓嘅病人嘅生活就透過講座就分享俾一啲青年人去知道我哋嘅生活同埋我哋唔放棄嘅精神，去希望能夠鼓勵到佢哋逆境自強嗰個信息。我哋好希望我哋嘅生命教育能夠令到呢個香港更加和諧，相見更加融合。當時明仔遇到意外之後，需要花好長時間臥床療養，但係佢冇怨天尤人或者虛度時光，反而用永不放棄嘅態度去面對未來。明仔咧就利用呢啲時間去學習電腦，因為佢認為對於四肢傷殘嘅人嚟講，學習電腦可以話係融入社會嘅出路，所以佢花咗好多時間同精力學習用個頭去操控電腦，繪製勵志心意卡。哇，好多心意卡啊！全部都係你做㗎？係啊。哦，咁當初你點解有呢個意念咧？即係做啲心意卡嘅。其實初咧受傷嗰陣時咧，即係瞓喺張床，自己日日都望住個天花，同埋手腳唔喐得，都唔知可以做到啲乜嘢。後來就有啲人話俾我聽，就話原來可以用個頭可以畫畫，同埋寫字、做嘢嘅喎。咁後來我就嘗試咁樣去開始學習打字啦、排版啦，同埋畫畫咯。咁如果咧叫你揀一張送俾我哋嘅觀眾，你會揀邊張咧？一個不肯放棄自己嘅人，永遠係有力量嘅。呢句説話係我爸爸臨終嘅時候送俾我嘅。明仔14年嘅義務工作，幫助過唔少有需要嘅人。佢而家可以得到傷健關愛大獎，的而且確係實至名歸嘅。今次得呢個獎，係我覺得社會啦對佢一個認同，希望咁樣能夠鼓勵其他更多嘅人去做啲咁有意義嘅事，我戥佢高興。其實能夠做到義務工作都係一件開心嘅事嘅，何況仲有咁多志同道合嘅朋友，呢個係我嘅榮幸，係大家共同嘅努力得出嚟嘅成果。